歡迎嚟到 Mateys Play，我哋一齊 play 一 play。今日我哋要玩嘅係呢盒 Zeta Gundam 格里普斯戰爭套裝。呢盒就係 Bandai 2006年推出嘅經典套裝。呢三部機體分別係 Zeta Gundam 白色同埋 Mark II。個盒非常之大盒，長有39cm，闊度都去到31cm，高度係9cm。盒嘅側面用咗動畫劇照，仲有格里普斯戰爭嘅簡介。呢盒 HG 仲送咗特有嘅膠貼同埋一本精美嘅說明書。盒嘅另一側有呢三隻機體嘅完成圖，以及呢三隻機體嘅簡介同埋特徵。我哋而家嚟直接開箱。一本厚厚嘅說明書，呢兩包係白色嘅板件。呢隻香檳金我非常之中意，普通版嘅白色係屎黃色，貴啲嘅版本都係電鍍金，比較少見呢隻香檳金。另外呢兩包係 Mark II，呢盒特別版俾嘅係灰色，唔係白色。最後呢三包係 Zeta Gundam嘅板件，裏邊仲有一張呢盒特別版獨有嘅膠貼，有一本獨有嘅說明書。攤開本說明書，張圖片同盒面係一模一樣嘅。說明書嘅下方有三個特別嘅 logo， 分別係藍色嘅 Zeta Gundam、金色嘅白色同埋灰色嘅 Mark II。一打開本說明書，真係哇咗聲啊！舊嘅說明書一如既往嘅內容豐富，文字嘅內容係一年戰爭後到 Zeta Gundam 發生之前嘅事件，包括高達開發計劃、泰坦斯嘅創立、30號殖民衛星事件、可動骨架、高達 Mark II 強奪、Zeta Project 計劃以及 RX-178、白色同埋 Zeta Gundam 呢三部機體嘅簡介。之後就係三部機體嘅安裝說明、油漆嘅顏色調配以及將膠貼嘅移印說明。下一版都係故事內容，係 Zeta Gundam 最後嘅三巴之戰。說明書嘅最後就係各機體解說。我哋而家開始組裝，首先係 Zeta Gundam。跟住落嚟嘅係白色。
最後快速組合埋隻 Mark II。接住落嚟，我哋一齊嚟玩下呢3部機體。就咁望落去 Zeta Gundam 係最高嘅，其次係白色，之後係 Mark II。得舊版嘅模型比較忠於原動畫嘅設定。可動方面，首先攞起部 Zeta Gundam嚟玩下，頭可以360度轉，手臂呢度有少少擋住，都可以360度轉。手臂左右打開係咁多，手臂向前屈曲90度。腰本來應該可以360度轉嘅，由於背面有機翼擋住，所以只可以喐得少少。拎高埋前裙甲，腳可以抬高90度，小腿可以屈返去後邊，大腿向後屈曲，因為後擋板擋住，就只可以嚟到呢度。背包嘅呢支嘢都可以喐，機翼就喐唔到啲乜啦。但係機翼同原設定一樣，有一個 V 字形嘅夾角。跟住輪到白色，頭都可以360度轉，手臂左右打開係咁多，前臂向前90度，成個手臂都可以360度轉。腿左右打開得咁多，大腿向前約90度，小腿向下屈曲約90度，向後有後裙夾擋住。腳掌只可以輕微喐動，背包隻翼係波災，可以咁樣喐，上翼同下翼都可以咁樣喐。呢度嘅金色因為刮花咗，諗住用 marker 筆可以補得到，點知就越搞越衰，最後成隻翼重噴咗一次金色，同佢本身嗰隻金係有色差，所以好似隻腳嘅呢個位有啲甩色，我都唔敢補啦。最後係 Mark II， 頭都係可以左右轉，抬頭低頭嗰啲都唔係好喐得，雙手可以抬高到咁多，前臂抬高約90度，成隻手臂可以360度轉，腰部因為後裙夾有阻擋，只可以轉咁多，雙腿左右拉到嚟呢度，大腿向前抬高90度。小腿向下屈曲約110度，大腿向後屈曲得咁多，腳掌只可以輕微擺動。噴色方面，由於我想做 Zeta Gundam 嘅 Biosensor 模式，所以試咗呢隻 TS59 珍珠粉紅色，但係噴出嚟嘅效果同我想要嘅有啲差距。
而白色嘅上半身藍色部分，我用咗 TS65 透明珍珠色，想營造星空嘅效果。而雙腳嘅內盔甲，我係先上燒光，再補翻啲金色。而呢啲管嘅紅色係噴咗 TS18 金屬紅，背面呢啲位用 marker 筆補色。最後係 Mark II， 就淨係補翻胸口嘅呢啲綠色。腳板底筆塗星空灰，仲有個盾補咗笪黃色，之後就成隻噴燒光，補翻一下白色手臂上邊嗰兩個白字係刮貼。武器方面，白色仲多咗一支火箭筒同埋兩把光劍，但係呢把光劍係有手柄嘅，攞住光劍嗰陣，背面嗰兩個手柄就變咗多餘啦。而 Mark II 仲有最舊款嘅手連光劍，一支火箭筒，但係 Mark II 又有光劍嘅特效件，俾你可以插返喺背脊嘅劍柄度。舊款嘅手連光劍就變成冇用啦，而 Zeta Gundam 都係有呢個手連光劍。一支可以伸縮嘅米加粒子炮，同埋有2粒榴彈夾，可以裝返喺前臂度，但係就冇得打開發射榴彈。接住落嚟就係 Z 高達嘅變身。剩返嘅頭、下半身同手就冇用啦。最後俾我發現一樣有趣嘅嘢，如果跟返呢張圖咁樣，將白色趴喺 Zeta Gundam 上邊進行大氣圈突入，點解隻白色咁巨型嘅？咁樣趴上去唔會墜機咩？定係原設定都係咁噶？反翻轉就角度 Zeta 嘅飛機形態勉強都好似遮到下，但係實際上白色係勁大隻咯，無論趴喺度定企喺度，都好似大過 Zeta Gundam嘅飛機形態好多。Zeta Gundam 格里普斯戰爭套裝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
雖然我冇買到新版嘅格里普斯戰爭套裝，冇得放埋一齊嚟比較，但係我都砌過新生 Zeta 系列，可動方面絕對係比舊版嘅好。舊版連3mm 窿都冇，但係如果有睇過動畫嘅話，應該會覺得舊版會比較忠於原著。對於熱愛舊高達嘅朋友仔們，舊版嘅格里普斯戰爭套裝就絕對適合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， 撳埋個訂閱掣，同埋分享俾鍾意 Zeta 系列嘅朋友仔睇下啦。我哋下次再玩過。